好啦，各位觀眾歡迎翻到嚟咧，就係呢個比賽嘅現場啊！咁啊，啱先我哋亦都睇到咧，就係路車挑戰賽嘅自由練習啦。稍後將會有佢哋嘅呢一個排位賽。咁啊，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場嘅賽事咧，即將展開就係大灣區 GT 杯嘅自由練習。咁啊，參賽嘅車輛咧，全部都係呢個 GT4 嘅級別。見到咧就係一班車手啦，以及佢哋嘅工作人員已經喺呢一個維修區裏面咧，係準備緊啊！咁啊，即將咧就係會係進行呢個發車。咁啊，預計啦嚟緊嘅呢個氣温啦都係比較乾爽啦。咁啊，濕度咧就係呢個66%。今日嘅氣温非常之好，咁啊22度啊。咁啊，所以咧對於車手嚟講又好，車迷都好啦。咁啊，呢個嘅狀態咧係非常之理想。黃正濤嚟自澳門嘅選手。咁啊，揸住一部咧就係麥拿倫570S GT4 嘅規格嘅賽車。咁啊，頭先亦都睇到咧，佢嗰個跑道個氣温個温度咧，亦都好過今朝啊。咁啊，而家去到32度，咁比今朝26度嚟講咧，又係升咗幾度啦。對於即係車胎嗰個抓地啊、性能啊，咁啊個熱身方面咧，都會有啲幫助嘅。呢邊見到10號車啫，陳君華嚟自中華台北，將會駕駛一部咧就係平治嘅 GT4 啦。7號李傑明，咁啊澳門嘅車手，過往喺澳門嘅呢個比賽裏邊咧，亦都多次獲得係好嘅成績啦，包括係冠軍啦。咁尤其是呢兩屆咧，佢都攞到企到凳仔啊，好開心啊！佢都嚇。好 fit 啊個狀態，咁啊駕駛一部咧就係 Giletta 嘅 G55。咁啊希望今日咧表現係順順利利，咁啊能夠攞到一個好嘅時間啦。36號車啊，咁啊見到咧就係楊嘉文嚟自中國香港嘅車手。89號車有高子龍啦，中華台北嘅車手，咁啊揸住一部咧我自己非常之欣賞嘅豐田 Super 嘅 GT4。咁喺今屆參賽嘅車輛裏邊咧，其實都有3部啊，咁啊 Toyota 嘅 GT4 喺度嘅。咁啊睇下一啲嘅日系車啦，能唔能夠咧喺咁多歐洲嘅呢個超跑裏邊咧係攞到個好成績啦？咁啊去屆賽事亦都表現得唔錯啊！咁啊58號車呢邊咧就係蔡長達啊，同樣嚟自中華台北嘅選手。87號楊孟潮駕駛一部咧就係 Aston Martin 嘅 GT4。Aston Martin 咧喺近呢幾年嗰個發展咧都非常之快啊！咁啊所生產出嚟嘅超跑啊，亦都係製造咗好多嘅話題。3號車嘅廖啟順駕駛一部咧就係蓮花嘅賽車。馬力嚟講，相對咧就係比較細啦，咁但係佢嘅車重咧，亦都係比較輕，咁所以咧喺個速度方面咧，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嘅。咁啊，83號嘅貝倫伯格嚟自德國嘅選手啊，咁啊揸翻佢自己祖家生產嘅賽車咧，就係呢個保時捷啦。99號黃偉康，澳門嘅車手。多謝喵狗，多謝星匯公署。Thank you。20號車陸文龍，咁啊嚟自中國嘅國內車手啦，咁啊同樣駕駛一部咧就係蓮花嘅賽車。我就係今日我哋見到咧就澳門參賽嘅呢個車手啦，其實都算多㗎啦喺今日嘅即係今屆嘅賽事。咁啊，當然啦，兩位啦，路車嘅梁恩榮同埋7號車嘅李傑明啦，咁啊仲有29嘅葉文浩。咁啊呢幾位澳門嘅車手，咁啊仲有李銘堅啦，咁啊同埋咧就黃偉康。咁啊呢啲都係澳門嘅車手。咁啊其實以往都係呢個杯賽咧，咁啊都係澳門啊香港嘅車手。咁啊近年啊都好多嘅中華台北嘅車手都亦都加入埋呢個嘅比賽。係啊，啲車亦都係啦，咁啊啲車種啊各方面啊，咁啊都令到啲車迷啊。咁啊都好即係好有吸引力啊！
錯啦，26號莊繼順，中華台北嘅車手。正如你所講啦，近年都多咗好多中華台北嘅選手嚟到參賽。咁因為佢哋賽車文化啦，喺近呢幾年啦，隨住佢哋亦都興建咗一啲嘅賽車場啦，越嚟越多人咧就係參與呢個競賽嘅項目。咁所以咧都試一試下，睇下嚟到澳門咧能唔能夠咧就係一展身手啊！嗱，黃浩嚟自中國嘅車手啊，咁啊佢都係駕駛住咧一部豐田 Super 嘅 GT4。咁啊呢部就比較特別啦 ，KTM 嘅賽車，過往亦都喺澳門嘅呢個比賽裏邊咧攞到一啲好嘅成績。咁啊主要就係佢雖然個馬力唔大，但係佢嗰個車身咧係比較輕，同埋即係個車嗰個款嘅設計亦都係好有吸引力。我尋日經過都係特別留意下呢部車，因為尋日驗車嘅時候咧，我都睇住呢部車，即係幾特別啊！81號車，澳門車手李銘堅。咁啊，駕駛一部奧迪嘅 R8。奧迪喺咁多年嘅房車賽啦，澳門又好，國際級嘅賽事都好啦。咁啊，亦都累積咗好多嘅數據。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佢哋應該有數據亦都有一定嘅經驗啦。95號車，咁啊呢一位咧就係傳奇車手啦，歐陽若曦，嚟自香港。今場咧將會係佢最後一場嘅賽事啊！咁啊完結咗呢個比賽之後咧，佢就會退役嘅。看呢條咁啊，中國嘅車手同樣駕駛一部豐田嘅 Super GT， 咁啊亦都係我哋見到啊第3部噶啦喺今場比賽裏邊。即係你澳門嘅跑道亦都係比較特殊啦。咁啊好啦，77號車啊，咁啊劉劍豪。咁即係澳門嘅跑道咧，有一個直路嘅賽段亦都幾長，咁上到障路亦都係多彎位啦。咁啊，所以車嗰個大家嗰個扭力啊、馬力啊各方面啊都要一個平衡啊。咁啊，有時有啲車當然啦，你見到哇都即係響直路方面咧就會比較係有優勢，但係想上路咧又俾人啄翻上嚟。咁啊，所以變咗咧就呢個跑道咧亦都係可以講話幾有挑戰性一個跑道。咁啊，大家都近年啊都好多嘅響啲電子遊戲入邊啊。都睇到澳門嘅跑道咧，亦都係去到一個即係上到榜嘅。頭先睇到2號啦，咁啊，亦都係黎俊傑啊，梁一鳴，咁啊亦都好多即係車迷好熟悉㗎啦。開機係嘛？開機未啊？咁啊亦都係駕駛一部咧係寶馬嘅賽車。我哋都知道啦，寶馬喺呢個東望洋跑道啦，其實較早前睇嘅呢個世界盃咧，亦都有一啲好好嘅成績啦。25分鐘嘅自由練習時間，好快咧就會係展開㗎啦。咁啊，經過我哋介紹之後咧，大家都會了解到啦，今場嘅比賽咧將會有7位澳門車手咧就係角逐。嚟到晏晝時間啦喎，安仔啊，咁啊喺晏晝我哋除咗呢場 GT 杯之外咧，咁啊亦都有幾場嘅賽事咧喺稍後咧係會同大家睇下嘅，包括咧就係呢個 TCR 第2場嘅自由練習啦，仲有咧就係國際汽聯 GT 嘅世界盃第2場嘅練習，以及咧就係2場嘅排位賽。其中一場咧就係 FL 世界盃嘅第1場排位賽，以及咧去到壓軸啊就係呢個澳門路車挑戰賽嘅排位賽。咁啊嚟緊喺稍後嘅時間，我哋都仲有4場嘅賽事咧，係同大家睇一睇。不過我哋而家先睇下呢場咧，就係大灣區 GT 杯嘅呢個自由練習先。同埋呢場精彩就係即係參賽嘅車手啦，特別多啦。咁啊，所以都希望能夠順順利利。咁啊，呢個嘅練習賽。咁啊，因為頭先各行都賣咗關子㗎啦，去到最後嗰2項咧，就係一個即係區域世界盃啊方程式嘅排位賽，同埋路車嘅挑戰賽嘅排位賽，嗰2場賽事先係今日啊最主要嘅戲肉。因為排位賽咧，亦都我諗相信車手同埋車隊咧，咁啊都會使出渾身解數，尤其是喺東望洋跑道方面咧，我諗比正賽嘅準備咧更加要謹慎啊！因為排到好靚嘅，如果排位的話咧，咁啊基本上都係有一個嘅優勢啦，喺呢個東望洋跑道。好啦，咁啊等大會咧就係公佈啊，咁啊賽事跑道
開放。好啦，咁啊已經見到咧，就亦都係啊倒數緊25分鐘嘅練習賽，一眾嘅車手咧亦都已經係準備係入翻嗰個跑道㗎啦。咁啊，大家鏡頭睇到咧就係大灣區嘅 GT 杯嘅練習賽啊。咁啊，今年響呢個嘅出車位置咧，大會方面亦都係啊拉咗啲嗰啲維持秩序嘅帶咧，令到啊咁啊入邊嘅規矩方面咧，亦都係比以往係冇咁亂啊。咁啊，所以變咗咧，而家見到咧就好多記者啊同埋影相嘅朋友咧，咁啊都埋企埋一邊，中間就冇話阻礙。以前咧就揸住個即係雞聲咧喺度吹一路盛，咁啊提醒啲車迷。而家就有個維持個秩序嘅帶喺度咧，咁啊啲記者又好啦，車迷好啦，亦都係分咗兩邊嘅。好啦，咁啊第一個熱身圈，唔係一紮車咧，亦都係已經入翻嗰個跑道㗎啦。咁啊，除咗83號啦，貝倫伯格嚟自德國之外咧，咁啊大部分車手啊，咁啊都係響香港啊、澳門啊同埋中華台北嘅。咁啊，所以睇到呢場車咧，就都係多即係車手參加嗰項嘅賽事。係啦，啱啱開始咧就係歐咧。咁啊喺上路咧都進行緊一啲嘅熱身啦，或者觀察下嗰條跑道啦。咁啊經過喺上半晝嘅比賽之後咧，可能有啲地方咧係更加需要特別注意嘅。咁啊當然啦，一啲嘅油漬啊、碎片已經工作人員係已經全部清理好晒。咁但係呢啲作為今屆賽事啊，佢哋自己第一次嚟到呢條跑道咧，都會係好穩陣。去睇一睇，咁啊已經有部車咧就係鍾永強嗰部車啊，喺度停一停。咁啊冇事啊，可以繼續。咁頭先咧可能就係有少少嘅窒油啊，或者啦係一啲少少控制唔到，咁喺嗰度咧就停一停。咁啊跟住咧就係修正翻之後可以繼續。咁啊啱啱歐咧，咁啊相信唔會咁快咧就係有啲大嘅問題。上一屆嘅冠軍咧就係韓力朝啦，嚟自中國嘅車手啦。頭先我都介紹過揸住部豐田嘅呢個 Super GT4。咁啊，今屆賽事佢同樣都係揸翻嗰部車。咁啊嚟到咧就係呢個東望洋跑道挑戰就係衛冕呢個賽事啊。上一屆咧兩個都係中國嘅車手。咁啊今屆賽事咧韓力朝嚟咗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見到啦喺澳門車手方面上一屆最好咧就係呢個梁欣榮啦。咁啊排喺第6位，咁啊今屆咧希望咧就係上呢個頒獎台。係啊，好啦，咁啊熱身圈啊，咁啊亦都係啊有部分車已經係就咗個熱身圈。我諗啊大會方面亦都開始準備同佢哋計時㗎啦。咁啊今朝早啊，咁啊喺呢個位置啊，亦都有個嘅比較嚴重嘅碰撞啊。咁啊但係你睇而家個跑道方面啦，亦都係清理得即係幾有效率啊，同埋而家見到咧跑道方面咧，亦都係維持翻呢一個唔錯嘅狀態啊。我諗啊呢邊咧，亦都係頭先之前啊嚇，同埋都係呢個位置喎，55號車啊。咁啊頭先鍾永強，咁啊頭先嘅翻嗰個鏡頭，頭先攞翻頭先個鏡頭啦。好啦，咁啊而家見到啊，咁啊已經開始大會就計緊啦。咁啊陳君華部車啊。咁啊，暫時睇到咧就大會同緊就15號車陳君華，咁啊做咗就完成咗2次嘅路段。咁啊有時即係呢。有時啲咁啊呢邊咧，亦都有部車咧轉完葡京灣咧就停咗落嚟啊！咁啊雖然係影響唔到啲車入灣，但係問題就係一轉彎咧，好多車響呢一邊咧就亦都唔知道有部車，咁啊要睇睇工人嘅黃旗個出示啊！
15號車咧就係陳君華，咁啊嚟自中華台北嘅選手。咁啊，陳君華咧喺上一屆亦都嚟過澳門咧，就係參與呢個 GT4 嘅比賽啦。咁啊，去屆嘅成績咧就係排喺第15位啦。咁啊，陸文龍啊，咁啊亦都係大會方面咧，亦都係顯示咗佢嘅計時段。咁啊，已經完成咗3個計時段啦。咁啊，翻嚟有第4、第5嘅。咁啊，而家但係鏡頭影到咧15號嘅陳君華，咁啊已經係準備咧就去到衝線啦。咁啊，睇下啲第一個圈，咁啊作為一個參考，即係參考值啊。咁啊，呢個圈都係嘅分，即係嗰個計時，愛嚟大家一個參考啫。2分39秒306嘅。陸文龍部車，嗱估計會快過陳君華部車㗎啦。咁啊都陸文龍啊，咁啊都係2分42秒126喎啊，咁啊都係而家見到咧就陳君華咧部車咧仲係比較最快嘅。咁啊而家見到咧就雖然話一個練習賽啦，有啲車亦都係已經係慢慢啄住對手。咁啊，入到呢個準備入葡京灣㗎啦。好啦，呢暫時葡京灣嗰邊咧就嗰部車都仲未處理好啊。哦，咁出咗紅旗。咦，係咪李傑明部車嚟㗎？出咗紅旗，咁啊比賽咧。係啊，李傑明部車嚟㗎。咁就見唔到有任何嘅碰撞啦。咁相信都係同機件嘅故障有關啦。咁但係冇辦法繼續參加呢個嘅自由練習啦。咁啊，剩低嘅時間咧就係得返18分鐘。同埋出示咗紅旗就，但係由於係一個係嘅練習賽啦，咁啊所以大會嘅時間都一樣繼續係倒數嘅。喺紅旗出事之前咧，咁見到就係15號車嘅陳君華啦，暫時個成績係最好啦，2分39秒。咁但係同去屆啊。呢一個嘅正賽嘅成績咧，或者排位賽嘅成績咧，仍然有一定嘅差距。咁啊，去屆嘅排位賽成績咧就係2分35。咁啊，再睇翻上一屆自由練習賽嘅成績咧，就去到2分48啦。當然2分48咧就係落雨天裏邊咧就係所做嘅嗰個時間。咁所以唔能夠作準啊。咁啊，今日嘅比賽咧，我哋見到咧叫做天朗氣清啦。咁啊，亦都溫度好適合咧，就係進行呢個賽車嘅活動。咁啊，其實上一屆講翻嘅天氣咧，大家都係比較擔心啲啊，因為除咗落雨之後咧，都係掛住3號風球。好在正日嗰日咧，就星期日嗰日咧，就係有翻陽光啦，即係變咗星期六、星日都有間中有陽光翻出嚟。但係可惜就係問題就係喺嗰個隔電方面啦。咁啊，我喺安排比賽嘅時候，因為由於有落雨啊、有剩啊，所以係變咗咧，就上屆嘅隔電就草完成咗。但係今屆就應該隔電會順利啦。咁啊，睇翻今朝早同埋而家聽日啊天氣預告咧，咁啊都係包括星期六啦，都係會係唔錯嘅天氣。好啦，出試用期之後咧，咁啊部所有嘅車咧，亦都準備入翻咧就修理站。啊，見到咧貝倫伯格啦，同埋後邊啊，咁啊陸文龍啊。原本陸文龍咧就響第一個圈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慢慢時間追趕上嚟㗎啦，但係可惜出示紅旗之後咧，咁啊所有車亦都係準備翻嚟維修站。咁啊而大會方面好有效率咧，亦都將咧就李建明部車咧亦都調翻起㗎啦。我相信佢哋入翻維修站之後咧，好快脆跑道會重新咧就會開放翻俾佢哋練習。咁將會喺4分鐘之後啊，1點嘅53分咧，就係重新開始呢一個嘅比賽。歐陽若曦95號車，咁啊暫時嘅成績咧都唔算話好理想，因為出到嚟都做唔到時間咧，就出咗紅旗。咁啊，其實咧歐陽若曦喺呢一場嘅比賽啦，都可以話係挑戰頒獎台嘅其中一位熱門人選啊。咁啊，按翻佢過往比賽嘅經驗啦，佢嘅速度啦。咁啊，其實咧就係喺呢一場嘅比賽咧都有競爭力嘅。
係啦，所有車手亦都按照大會嘅指示啦，係全部入翻去呢個維修站。89號車高志龍，呢邊咧就係83號嘅貝倫格。全場唯一一部嘅保時捷啦，咁喺呢一場賽車裏邊咧，咁啊見到第一部保時捷嘅跑車。咁啊，當中咧就係呢個平治嘅賽車咧，就係最多人去選擇啦。其次咧就係呢個 Gelati。場上又再次出現紅旗，但是好消息是在3分鐘。咁啊 Gelati 嘅賽車喺呢一個 GT4 嘅比賽裏邊咧，都好多車手咧係好樂意採用。咁啊，主要就係講緊佢嘅性價比啦，真係一流啊！咁啊，有咁樣嘅性能，咁啊價格方面咧，亦都相對比較係容易啲接受啦。咁所以好多車手咧，亦都係樂意採用啊。呢一部豐田嘅 Super GT4 21號車黃浩，嚟自中國嘅車手。在今年的比賽當中，不同的同樣的品牌。好啦，大會就話1點53分啦，將會重新開放跑道。咁啊，亦都要等埋部分嘅車咧翻嚟啦，咁仲要即係再睇睇嗰個跑道方面嘅狀況。咁啊，但係呢一刻我諗相信車手方面咧都要集中注意力啊。咁啊，亦都係舉起咗1分鐘嘅告示牌。1分鐘之後咧，佢哋將會正式重新展開呢一場嘅自由練習。咁但係練習嘅時間就得翻好少嘅喎，得翻12分鐘度嘅喎。咁啊，連續3架黑色嘅呢3架車咧就係豐田嘅 Super。咁啊，包括咧就係去屆冠軍啦，漢力潮，咁啊都係駕駛呢一部嘅賽車。咁啊，再加埋佢2位嘅隊友啦，咁啊今屆賽事咧就係幾龐大嘅一個隊伍咧，就係嚟到參賽。好啦，仲有30秒啊！咁啊30秒之後咧，將會係重新展開翻呢一場嘅自由練習。見到6號車梁恩榮黃色嗰部嘅寶馬，咁啊亦都係澳門車手嘅嗰部車。喺上一屆嚟講咧，佢嘅成績咧就係最好。哦，第一屆已經有車準備好晒嘅，你一着燈已經搶先衝咗出嚟啊！所以車手呢個時候咧都要更加集中注意力啊！再一次翻上去呢一個嘅比賽跑道上面，咁啊而家真係要見真章啦，因為剩低嘅練習時間唔算好多，得翻11分鐘。暫時嚟講咧，就係15號車嘅陳君華啦，做出嚟嘅成績最理想啦，2分39秒3。咁但係呢個時間同佢哋最快圈速紀錄咧就爭好遠嘅，起碼咧有4-5秒之差。咁睇下嚟緊嘅呢個自由練習啦，剩低嘅時間會唔會咧就係做一啲快嘅圈速出嚟？咁過咗蒲基灣之後咧，就上加斯欄啦，跟住就會去到嶺南灣嘅一個位置。黃色車，咁啊暫時喺畫面上面見到咧就係康哲慧啊，咁啊代表咧就係778嘅呢個車隊。呢一支嚟自香港嘅車隊啦，相信好多車迷咧都非常之熟悉佢。咁啊勞氏咧就係以前咧係幾父子咧，而家咧就係3代同堂啊。咁
咁啊三代都係咧就係參與呢個嘅賽車。咁啊盧鴻標啦，之後咧就係佢兩位仔仔啦。而家咧就係輪到佢個孫啊，盧鴻標個孫咧亦都有參加呢一個嘅賽車。哦，鐘永強又係佢喎，佢部車其實可能有啲問題嘅。係啊，因為一開始第一個圈 outlap 嘅時間已經係上路啦，就停咗一停。而家出翻嚟之後咧，喺下邊啦一條大直路嘅位置咧就係停低咗，咁似乎冇辦法係繼續啊。韓力朝上屆嘅冠軍，咁啊有黃旗指示啦，當然呢個位置啊，大家車手都好清晰睇到。咁啊冇部車嘅鐘永強部車停咗喺度嘅。咁啊，同樣啊，咁啊見到啦，韓力朝啊揸翻上屆啊，咁啊攞冠軍嘅車，咁啊所有嘅數據啊各方面啊都比較係即係熟習咁啊呢個跑道㗎啦。咁啊頭先成績啊，咪紅旗出現之前啊，韓力朝啊都係排緊第2位，咁啊當然啊比起理想時間啊。2分25秒左右嘅時間啦，而家大家都要即係要好努力咁樣衝刺㗎啦。係啊，搏一搏睇下可唔可以喺呢個自由練習裏邊咧做一啲比較好嘅時間出嚟。因為講真，佢哋攞數據嘅機會咧越嚟越少，得翻7分零鐘，咁啊應該可以再做多3個圈嘅。咁但係呢個圈佢做得好快喎，啊2個嘅計時路段咧都做咗紫色啊。咁啊睇下跟住餘下仲有3個計時路段咧，可唔可以繼續維持咗呢個嘅去勢啦？哇都得喎，而家。冇錯啦，絕對有機會可以去到咧就係2分34秒之內嘅。咁睇下剩低嘅呢個時間可唔可以咧係維持住啦。連續3個路段都係做咗一個全場最快嘅紫色，跟住咧就會嚟到第4個路段啦。咁啊同一時間咧，我哋睇下歐陽若曦嗰部車啦，95號。咁啊歐陽若曦嗰部車都快過咧，就係依家嘅帶頭領先緊嘅陳君華。咁啊預計咧會快成3秒半以上嘅。當然啦，車速方面就冇韓力朝咁快，咁但係咧考慮到啊。咁啊，90號車嘅歐陽若曦喺呢場比賽都係第一次做呢個嘅計時圈。睇下韓力朝呢個圈會唔會做到接近2分25秒？睇下去到幾多啊？咁啊25秒過咗㗎啦。哎呀，睇下韓力朝過唔？哎呀，紅旗出咗啦。可惜啦。唉，韓力朝呢個圈唔算啊，因為喺過終點之前嘅100米啦。上路咧就係發生咗意外，2部車包括咧就係15號嘅呢個陳君華，以及頭先咧67號嘅康哲維。哇！2部車發生咗意外之下啦，大會不得咧就係不得不已啊出示第2面嘅紅旗。呢次就會阻礙到車手嘅發揮啦。啱啱向嶺南灣上邊嘅事發生。我哋睇下，完全冇乜車手係做到圈速啊！嗱，佢哋都係之前做嘅。嗱，我講俾你聽，韓力朝如果紅旗唔出事咧，佢係2分32秒領嘅，係，我2分32秒領嘅，但係就可惜呢個時間，好在呢個練習啫。如果佢排位就真係嘔血啦，係嘛？係啊，咁啊，歐陽若曦都做得好快㗎。歐陽若曦頭先個時間咧，都係2分34秒左右啦。咁啊，可以睇得到呢啲賽車手嘅嗰個潛力咧，其實係有嘅。咁啊，只不過而家嗰個自由練習時間冇辦法、冇條件俾我哋睇得到咧，佢一個完整嘅圈。咁啊，但係我哋咧，即係心中有數啦。究竟邊位車手喺呢一場嘅比賽咧有競爭力？咁啊，當中咧包括咧就係上一屆嘅冠軍韓力朝啦。咁啊，頭先咧喺非大會嘅計時之下，我同安仔都睇得到咧係好接近2分32。不過喺佢衝線之前嘅100米咧就出咗紅旗。嗱，睇睇頭先發生咩事先。哦，呢邊收唔住啦，直接鋥咗埋去啊！咁我相信咧就聽日都未必出得到添啊！
而呢度係另外一部車嚟嘅喎。係啊，冇錯，同一時間有兩部車咧就係發生同一部撞嘅。頭先鏡頭影住咧就係嶺南灣上邊一部嘅， 15咁啊呢部呢度嚴重少少喎，呢部呢個就係車係啦。 67號啊，都係嚟自中華台北嘅康哲慧。係啦，冇錯，成份頭喐咗埋去。咁啊，呢啲應該都好難搞啊！呢個係近年啊，入摩羅園嗰個彎位咧，近年比較嚴重出事嚴重嘅車禍，經典嘅嚴重車嗱，呢邊就嶺南灣啊15號車，咁啊同一時間啊兩部車係發生意外。咁啊，佢喺紅旗出事之前呢，就2分39秒306咧，就係對上一次紅旗之前呢，係做出嚟嘅呢個時間。咁但係好可惜啦，一班車手啱啱翻出嚟冇耐，熱咗個身，諗住做時間嘅時候呢，咁啊又再出示咗呢個紅旗。咁大會亦都公告咗呢一節嘅呢個自由練習係唔會再重新展開啦。係啊，兩部車雖然話響出事意外嘅地方咧都有吊雞車咧隨時清理，但係問題啲碎片啊同埋清理跑道咧都要嘥啲時間啊。再加埋而家剩低嘅時間得翻3分零鐘，係啊，都冇意思㗎啦，都冇意思㗎啦。所以咧就直接腰斬咗呢場嘅自由練習。俾唔到太多信息俾大家啊，因為呢一度咧基本上唔會有太多嘅車手咧係做到時間。咁啊，只係我哋見到15號車嘅陳君華喺發生意外之前呢，就係2分39秒306咧就排第一。33號車嘅韓力潮上一屆嘅冠軍1秒9咧就係落後喺佢排喺第2位。但韓力潮啱先個圈呢，其實係可以做到2分32，冇錯32嘅。咁啊，再之後嘅車手咧都冇時間，包括本澳車手梁恩榮啦。咁啊，幾位澳門車手都做唔到時間出嚟嘅，咁啊主要原因就係唔同嘅一啲大大小小意外啦，令到佢哋斷斷續續冇辦法正常做到一個圈嘅一個完整一個圈嘅呢個圈速。其實即係計時圈，即係跑咗2個圈啫喎。兩次紅旗出嚟之前，大家都係做咗1至2個圈嘅圈速時間啫。得8個車手係完整完成一個圈。咁啊，最快嘅極速咧就係247公里，由韓力潮所做出嚟嘅嗰個圈速。Sorry 啊，唔係圈速啊，係嗰個速度啊，極速。咁啊，圈速方面咧，我相信就韓力潮，而家都做到上一個圈係2分32秒981，但係咧就唔確認嘅，因為喺做出嚟之前咧已經係出咗呢個紅旗。咁但係我哋可以睇得到佢嘅潛力咧係幾大啊！呢位車手。好啦，喺呢個時間我哋休息陣啦，等間翻嚟仲會有其他賽事送俾大家。